收看台视万安记连续剧《查某头家》。日头出来照着阮，予阮想起伊像百分安慰阮，粉红的嘴唇，迄蕊新出真正水，纯情的心，沉醉在爱的河边，有人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，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流也笑阮，爱伊是不变的心，沉醉的爱。钱？什么钱啊？你拿什么钱通我摕啊？你较差不多啊，无你食T 恤啦。哎呦，哎进来，安尼咧捆包袱啊？准备要走咯？莫甲我口洗啦，所以啊，阮煞迄块地嘛毋若赚遐个钱尔，加减你嘛阁表示一外。较阿萨利的啦，钱摕出来啦。钱哦，有啦，钱我早就准备好啊，也毋过吼，无遐简单就互你。啊，无你是要安怎啦？这有委托书，甲买卖契约，你签一下，证明讲哦，春秀委托你买卖土地，安尼我钱就互你。好啦，唔肯哦，唔肯不要紧啊，将你所有钱摕啊。来真啦！啊，你母我遮大条，你敢兴会起哦？你若兴袂起哦，会足歹看的啦！啦，莫丢丢啊啦，紧签落啦。你若签落了哦，这张支票就你的啦。嘿嘿，啊手印断落啊！啥？我哪讲20万尔？啊无你想要偌济啊？都无嘛讲100万啊！诶，啊，即摆这名都签落啊，啊手印也断落啊，你条钱算是加互你的呢，袂来唔贷哦。诶，哎呀，唔走，还是要叫我叫迄个春秀甲金锁来甲你相送啊？啊？阿婆老桑，歹势啦，这段行李吼，阮袂当食。啊，着车无够。啊，歹势吼，歹势歹势。人咧好的吼，讲要帮助咱买车啦，啊你着偏偏买啦，啊甲当吼甲你遐烦恼啦，啊有时阵吼我真正毋知影你想啥呢，啊明明买车吼代志该解决嘛。其实哦，车无一定要用买的啊。啥？哈？咱车吼会使用水。用水？对，咱有遮尔啊侪 case 吼，啊长期来水吼，哎安尼好咧，嘿对，用水，嘿对。水啊啦！你水车是要创啥哦？你搬厝，我你一个死人骨头啦！歹势吼，涂骹就涂较扫的吼，莫逐日白头吼，逐日白出去啦。阿三嘛，
即马应该出去的人啊，是你呢。啊？你是咧讲啥？我聊聊讲互你听，照过者啊。陈秀啊，又搁爱甲你讲歹势啊啦！这块土地哦，即马已经都我的啊。我跟建商已经讲好势啊，过2工就要来拆。麻烦你搬一下哈。啥？你是咧讲啥啊？你是昨暝困无饱，即摆搁伫喊面呢啦？来啦，这哦是车行的地契，买卖契约书。还个哦，春秀委托来进啊，买卖委托书拢在这啦。来看卖。我来掠来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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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怎啦？啊？安怎啊？你搁要聊？我这个过来张啦。哎，正本哦，我早锁金库啦，遐拢国币的啦。真秀啊，莫怨谈啦。我嘛知影哦，雄雄叫你搬厝，可能嘛是有困难啦。无安尼啦，我跟建商参详者，加困难你2工。你唔通无搬呢？到时阵吼，我就叫警察啊，甲恁斗搬啦。是啊。陶变灵啊！庄家做工作嘛，你的子孙阿进啊，已经决心要做好囝，但是你会讲出了一个头路，你顾仓库，希望做工作妈你都会保庇一切顺利，伫外头平安。好，你这帮我出来摇尾摇尾，什么意思啊你？恁兜迄个鸟尾仔囝，都抢袂掉啦！伊要断我的路，我就斩伊的脚啦！哈！哪有可能？我哪是个决心做好囝，伊哪有可能做这代志？敢无可能？今后啊，摕地契甲委托书来车挂人啊啦！委托书顶悬搁有恁来证啊，签名甲手印，安尼叫你假？到到这个地步，你阁袂叫伊出面啊？伊去下港啊！去下港？闪遮紧啊？啊，伊有讲去下港倒位无？无啊，伊讲因朋友甲载去，其他我拢唔知影。死来劲啊！都莫叫恁爸拄着，恁爸绝对会死。阿三，哎呦，阿三真是会做这个代志。金嫂啊，你着看好清楚啊！这是恁囝签的名，断的手印，毋是伪造文书啊！对啦对啦对啦，这是阮阿真签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想这张逼逼啊，啊无是恁骗伊的。哎，钱嫂啊，你莫安尼花差条就走啦，硬要甲阮拗呢。阮是会变运的啦，是恁来时吼，摕土地吼，拜托头家买啦。这无准算啦！我咧讲哦，我春孝是无要卖这土地呢。
你上好哦，土地扣数喊我，伊若无，咱来去警察局讲个清楚。好啊，来警察局啦，来警察局哦，才知影有啥物代志。我是甲你讲啊，伫咧法律上我是绝对合法的，也毋过若来真啊，我都毋知影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遮哦一张律师的面试啊，你会使敲进门？敲啊，哪毋敲？啊是电话号码，我着去替你拨。用衰啊！要定爱做到遮专呢？衰啊！你嘛较拜托的，阮村上一个查某人，都还阁饲囝，生活过到遮尔啊艰苦，车叫恁顾去啊，土地阁叫恁占去，你是要叫伊跳海是无啦？衰啊！真讲吼，大大小小拢靠村上啊一个人来领，你嘛较拜托的，下伊啦好无？我做人哦，有哪无遐尔绝啊？其实哦，恁以后想要生入妇女，嘛是无啥问题。你是要报恩信？报，我无咯。土地钱来真人拢摕了。啊无你拄则讲要互生活过较好愈的。足简单啊，你春收加我就好啊嘛。你甲想看觅，春收啊若加我，啊或者总财产拢伊的啊，车行嘛是伊的，啊你以后的生活就拢无问题啊嘛。对啊，啊土地都叫有阮来钱啊，变无去啊。啊即摆春秀啊都当咧红尾头，我毋敢甲开喙啦。我即摆是咧请你，毋是咧害恁的。春秀啊若无答应，我嘛无法度，我是真有诚意。啊，刷落来，就来看你安怎做。饮水的爱。天公伯，我有着替人走车走10几年，真无简单才家己做头家。今仔靠你的保庇，才会当买一台新车。希望你以后继续保庇我，保庇我一切顺遂，汽车一台一台买入来，货运行愈开愈大间。爸爸，我要坐新车。好，爸爸陪你坐新车，好不好？来。明仔日坐新车都要上学了。好。春秋啊，以后我勇敢为你，看你这么细汉，我拜托你，该请用大汉，请。是当甲看的一切。我知，我会好好维持落去，你莫搁讲我啦。春秋，我实在就会放心你两个人，我就跟你离开的。那你莫再讲啦。
郑太太，啊，恁的车哪还袂来？胡先生，歹势啦，为囝开始哦，阮无法度出车。啊，毋过你放心啦，阮会找一间可靠的车行吼，帮你送花。以后拢无法度出车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因为嫂啊，你也歹势讲哦，我来讲啦吼。啊，就因为车行做袂落去啊。哪会安尼？阿三啊，拜托一下啦，请恁头家娘来听一下啦。嫂啊，无要紧啦，啊，人嘛是好意嘛，对无？吼，啊，至少嘛讲两句啊啦，吼。胡先生，歹势啦，伤甲含慢，我无迄个材料搁做落去啊。以前搁较大的困难，你都有勇气做落去，为什么突然间你讲歹做啊？敢讲你袂记恁先生要死正经的交代？敢讲你袂记你以前为了车行所吃的苦？我拜托你莫搁讲落去好无？快点，我找一间可靠的车行来帮你送遐花啦。喂，郑太太，郑太太，哥，是发生啥代志啦？郑太太为什么不爱做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拄要甲问的时阵，伊电话就挂掉啊啦。你敢要去看卖咧？我感觉吼，代志拢真严重呢。我若去，这会是啥物送啦？嫂，我跳袂落来。无我来啦。我来。三妹啊，我知影你即摆心肝真艰苦，啊，毋过咱去安怎艰苦，咱马上即个扛棒甲伊拆起来。我知影，这是你甲友队拍拼出来的，啊，去毁伫我的手头。啊，我相信有一天，为你将即个扛棒哦，佮挂起你的啊。我跳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，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旁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，桃源也在边。三明水手好景致，快乐的春天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，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